咧會喺3月19號上映㗎啦。咁希望到時大家入場支持，多謝。記住要支持啊！一定要。好，仲有盧覓雪。大家好啊，我係盧覓雪。咁我估唔到我今日喺度跟住就見識下呢個大場面。咁咧我就當然都希望大家入場支持啦，因為好多朋友就睇完呢出戲咧就 send 咗短信俾我，哇！我去睇完再見 UFO 喎，咁我係咧，傳說中嘅再見 UFO 終於出現，同嗰啲 UFO 一樣咁神秘，你係估唔到佢係真嘅咁樣。咁我仲以為自己懶好笑啦，點知佢同我講：你有份做嘅喎，原來我話係咩？我完全唔記得咗，因為就擺得太耐。咁終於佢一講，我就回憶翻晒嚟啦。所以咧，我今日都好開心，因為部戲可以終於同大家見面。我應該同大家嘅情緒一樣，係好期望見到呢部電影嘅。所以今日希望大家睇得開心啲啦。多謝晒雪雪。好，導演。我係梁柏堅，呢個戲嘅導演。呢部戲其實係2018年已經拍好嘅，咁就擺到而家2026年先至上。咁我其實都好驚擺咁耐會唔會唔好睇咧？咁但係好安慰咁樣，就係話好多觀眾睇完之後都話呢個係一個真正香港嘅電影。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入場去支持。多謝晒導演。我諗預阿